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空军伫台中青泉港的基地，8月12要来举办着疫情后第一场的营区的开放活动。早起是来进行着全兵力的义演，但是机号1427的 IDF 经国号的战机，伫执行单机敌机飞行的时阵，才起飞1分钟，后壁就来喷火，讲可能是发动机来漏油。这个飞官马上紧急来降落，人甲飞机拢平安。IDF 经国号战斗机则来进行单机性能展示敌机飞行，机尾甲平时无同款，一直出火，看起来敢若是发动机漏油致使导火。编号1427的 IDF 战斗机伫10点02分的时进行单机敌机飞行，1分钟后，地面人员发现唔对，塔台光影通知飞官伫10点06分紧急降落，加在少校飞官持委约处理敌机安全降落。敌机飞行的也有空军雷虎小组 AT3高教机喷出3色的彩烟，将天顶当作尾部。空军青泉港基地将伫12月办营区的开放活动，因为是疫情后头一场，军方伫早起演练。难得的营区开放，战斗机所发生意外状况，加在有惊无险，连换上2种战斗机嘛，因为机尾问题取消单机敌机飞行。空军表示讲 ，IDF 战斗机因为发动机无啥正常，会查明原因，彻底检修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